我即马当日的，这就是无人机。为了要来解决无人机安全问题，民航局已经修法，每年新历3月31起，操作2公斤重的无人机，或者是咧公开活动用，一定要有操作证，若无就会重罚30万。民航局把规台湾头一场无人机操作证的考试，头一批拢总24个人来参加学考的考试，全部拢通过。等到通过术考的测验，安尼就会当变做政府通过无人机的操作人员。 升空至高度约1到2公尺，对着口令来执行操作无人机的考试，示范的影片，互你看考试的内容。除了爱会晓定点起角，搁爱会晓顶高、顶速的飞行，更加爱会晓用无人机画白这个字。逆时针飞行1圈，需维持稳定航高。若要进入这关进前，就要先通过笔试。考生一个电脑头前准备回答无人机驾驶的考试。学考唔但爱考民航的法规，搁爱捌基础飞行的原理、气象、甲紧急处理飞行决策等等，上少爱摕到80分，才算合格。跑道有些东西的计算是。 就是我在准备的时候会觉得比较困难，因为有考古题，所以会比较好理解。全台湾头一场无人机的考试，17号开始，剩超过40个人报名。头一批参加考试的24个考生，全部拢通过。民航局修法规定，使用2公斤以上的无人机，或者是比2公斤搁较低，但伫咧活动场所空翕的无人机驾驶，必须要考到执照，预算明年3月底来上路。 未来若是无操作证，就使用无人机，相关会当罚30万。政府机关的需求将近有400位为第一优先。我们对于考场的一个扩增啊，包含人力的一个调配，来希望在术科跟学科的部分，我们能够尽快的增加这个考试的能量。无人机驾驶的考试，目前先让公家机关的人来报考，了后才会开放给一般的人。通过考试了后，就会当变做是官方认可的无人机驾驶，嘛更加会当确保飞行的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